哦，尽量拿大的，哦，尽量拿大的。如果没有那边有，没有关系，3片叶子，哦。然后呢，我到上面了。好，等一下你们先拿嘛，好不好？给他烤肉。如果没有办法烤肉，给他煮。还没看开始。老师啊，老师讲了。好了。小朋友来，这尽量给老师。来，这边也可以。对，这尽量给老师。有没有都洗手啊？我现在没有。哇！然后绳子一人拿1条，绳子一人1条。好。小朋友，你们都忘记一件事情，先进来要跟怎样跟谁问好？老师好。安尼我就不好意思了。对呀，上课的就是老师啊。下一次，等一下也一样哈。做人眼，为什么少了这几个在做？没有问，在哪？你在哪里？这边有啊。场地不够了。对，拿起来，拿起来。老师旁边这边。好的，就烤肉派我们互相帮忙。对，然后这里不要了。好，这边先看好啊。我先做一旁边。来，注意看老师，全部动作。那个要烤肉的赶快接。叶子还从我这个形状。好，第一个大片的放在最底下，最大片。最大片。好，其余的2张把它这样，从第一片的中间分开为2张这样。从第一片的中间分开为2张。一个在上面，也不要在。哦，压在上面喽。哦，2张这样。上下，先上下。对称，然后压在第1张上面。对，压我那那样的。对对对。然后肉的话，你不用拿太多，哦，肉不用太多，适中就好，因为你还有叶子，哦，大概这样的量就够了。你们的掌心比较小，哦，大概你的掌心这样的量，然后把它拉起来，哦，你弄的时候将它用长方形的方式，它大概一个香肠这么粗就好，长方形的方式。好，那每个人先，我做什么就跟着做，然后这样你们比较清楚，好不好？来啊，拿肉啊！许光，红色的盖子拿走，红色的那个红纸拿过去一点点，这样子。对，可以。这个叶子近一点。这样每个人的都弄好了吗？这个太多了。另外一起做饭，不用那么多，好像下来。这一定是做其他土。2张的鱼，哦，2张的哦，那个叶子2张的方向是哪里？这样。不用那么多。等一下你包起来我也拿饭。这样啊。对，那样。对，就这样。跟香鱼卷这样弄弄。好了，看这边了。你等一下折的时候，后面这2张，哦，这样折起来，但是不要马上转，你先用手大概捏出它的平均大小，哦，平均大小，然后再下去转，转的时候连底下这一片，哦，一起转，这样，转起来以后，不要直接拉，哦，手压好，压好，这样拿起来，哦，最后这一个节，哦，这一个部分用你的大拇指。用你的拇指去压，它
就不会打开。然后将肉稍微挤进去，用食指去推挤肉，让它饱和，让它在里面的时候是完全饱和的。哦，这样才不会那么难吃。哦，吃起来比较扎实。这边也是折起来，这样折起来以后，手不要忘记用你的拇指去压。哦，压完，这个叫做叶桃。叶桃。哦，但是这个是采完以后拿回来晒干以后制成的。哦，叶桃不是直接是这个形状。然后绳子。哦，你叶桃叶也是一样。哦，这个叶桃叶，哦，你这边拇指压着，这样，哦，一样先压着。你从这一边，哦，7分8分之处，哦，这样子绕，然后再绕过去的时候，哦，拇指不要马上放，这个拇指先压着，压过去以后再放，然后再压，就变成这个形状。哦，压这个形状。绳子一样，你缠绕的时候由底下开始。哦，由底下这样绕过来，哦，有大概10公分左右的长度哦。滚绑的方式也是有难度哦，它是这样绕上来，打斜的，斜以后绕上来滚绑，上面4步以后往下，哦，往下翻，这样，哦，缠绕一样4步，最后会在中间，哦。会在中间智慧，哦，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做最后的总结，好，哦，绑个活结，这样来回就好了，哦，其他路就做完，好，那就完成了，这就是其他路，哦，好，那你做啊。好，现在开始做，老师下去指导。然后这边，你又不要太多叶子了，你3片而已呢。你的叶子是大的啊。不用那么长，这样就好。好，你先把它折起来，缠到抓中间就好，旁边不用。对，缠到。不用用全部的手，你干嘛一直这样？这样子绝对做不漂亮，要用手全部下去，用8只手指头，8只手指头这样放前面，哦，然后轻微的捏一下，将它用平均，好，然后再往前绕，哎，往前慢慢的，哎，绕，好棒哦！好，这样子以后对不对？拿起来，掌心朝上，哎，拇指压着，这样，然后你这边折起来，这样，往上折。对。这个拇指不要放，压着，对，压着折起来以后，对，折好，折起来以后，哎，对，这样。那这边你看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能放，这样。我在这边做给你们看好了啦，哦，这样。刚刚他有做，感觉没来。来，现在跟我一样啊，这样子，摆好以后，哦，猪肉拿适量的，拿大概1条的量就好，适量就够了，这样。赶一下苍蝇。哦，就怕会。在卷的时候。叶子这样轻轻的摆就好，不用太大力，不用太小力。妈妈给我指导一下。你要怎么圆？圆起的时候，拇指都不要放，我们请助教帮忙。都不要放，这样固定好。然后将底下的那一片叶，最后面那一片叶，勾起来，一样卷入。哦，卷入。对。一样卷入。现在目前蔡以真小朋友慢慢渐入轨道喽。真真加油！对，想要的时候这样，你拇指是这样嘛？对。小朋友，你们现在做的是，等一下你们要自己吃哦，也要给伯伯他们吃的。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徐美云姐妹，是我们部落族人在教她的女儿
到。怎么样去帮吉拿波在做这样的美食制作当中，我们也看到亲子互动之间的关系。这个是徐小兰跟她的母亲。现在小朋友非常努力的学习美食的制作。对，那样吧。好，不用太紧，不用太松，适量的力道去，适当的力道，不要太紧，不要太紧，也不要太松，我做好了。好漂亮。对，这样就好了。你叫什么？吴什么？吴凯琳。吴凯琳哈。然后这样，对，这样压好以后，这只手跟它对折上来，对折上来以后，好压着，对，然后往这边，然后往这边折下去，用紧折下去，好压好，来你自己摸比较好。小兰，那个给姐姐。压下来一点，这样子，拉下来一点，手都不要放，压好，这样子，啊，这样子。可以哦。绕过去。你先走开了，小苗。绕过去。绕过去。对，这样。这个弄紧，这个你就拉紧。你不要挡到老师在这里。哦。你不要把你的手包起来啊！对，要闪。对，要闪。那个要压紧，这个拇指都不要放，然后拉紧，往前面拉这样，往前面拉，对，往前面拉，压，对，可以这样就好。绳子一样从底下。那个就是你做的，就这样就好了。放哦，手一样压好啊。是还要再做。对，一个人做2个。你的凹成你的绳子，这边绑4步，大概给它离1公分这样。从最上面这样，最尾端的部分，然后开始对手机。来，一个人做2条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一个人做2条，先摆在自己的前面就好，先摆在自己对这样。一个人拿3张叶子，哦，你第一次做好的。哦，做好的人就把哪一个？左手压，对。我做第几个？你现在左手压，对，压好，对。然后绳子用你的右手这样子，拇指打开，这个拇指中指打开，上去。你看我的手这样，现在这样对不对？这样压好的，你线拉起来的时候，中指这样，有看到？中指打开，然后稍微拉，留10公分左右的距离，长度，哦，绳子留10公分左右的长度，开始这样，从平行的，哦，从平行的打斜，绳子从平行的以后再打斜，打斜到尾端的部分，最尾端的部分开始这样子，另外一边才这样，就用撇子，这样子。拿着没有手这样，这样，好，绳子拿起来，好这样，绳子绕过去，从中指绕过去，没有，绳子你就这样，绳子就这样，从中指绕过去，好，夹着，拇指夹着，这样就夹起来，然后拉，对不对？有10公分左右的距离，你手要拉这边。这一条绳子，好，你就这样看，好了，对不对？反过来，从这边走，这样，尾端的部分这样绕过去，你过去哦。手，你的绳子有没有尽量拉高，拉长一点？手是这样，你手放松，手是这样子，对，这样，手是这样子抓。